依家香港人最熱門嘅頭3個移民國家依次係英國、加拿大同埋澳洲。比較呢3個國家，澳洲失業率最低，平均工資最高，氣候最宜居，但門檻亦都係最高。大部分技術移民或者直接 PR186 僱主擔保簽證45歲嘅年齡限制，英文要求亦需要達到 IELTS 4.6嘅水平。香港人通道 Hong Kong Stream 豁免咗年齡限制，但係必須透過一係讀書再轉畢業生簽證，一係有僱主擔保482簽證，然後喺3大城市住夠4年，或者3大城市以外住夠3年先可以申請 PR。咁過咗45歲，唔想讀書，英文又未必拎到 IELTS 4.6，仲有咩方法移民澳洲同拎到永居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Wellski Migration 嘅 Ken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4種途徑。1. 國家創新簽證 NIV， 如果你係澳洲優先發展行業嘅精英人才，或者專業投資者，或者創新科技創業者，可以嘗試呢個 NIV 簽證。NIV 簽證年齡限制到55歲，如果係傑出人才，呢個限制仲可以豁免，英語要求亦都相對寬鬆。NIV 係一步到位嘅直接永居簽證，可能係攞到澳洲永居最快嘅途徑。2. 如果你係公司老闆或者高資產淨值人士，我哋可以幫你訂做適合你嘅自我擔保方案，482簽證再加 Hong Kong Stream 拎到 PR， 你只需要喺澳洲3大城市住滿4年，或3大城市以外住滿3年，即可以攞到永居身份。3. 如果以上都唔係，但係你有能力喺澳洲揾到僱主擔保，或者你係澳洲短缺嘅專業人士，例如幼稚園教師、auditor、酒店經理，我哋可以幫你嘗試配對澳洲僱主，申請482簽證，再行 Hong Kong Stream 拎 PR。482 SID 簽證英文要求只需要 IELTS 5分或者 PTE 同等英文試成績，而無論482簽證或者透過 Hong Kong Stream 拎 PR 都冇年齡限制。4. 曲線入澳洲，先移民新西蘭，取得新西蘭公民身份，然後以新西蘭公民身份定居澳洲，就自動可以成為澳洲 PR。移民真係唔止一條路，重點係你本身嘅背景、經驗同埋目標。如果你唔肯定邊條路最啱自己，可以揾我哋 Wellski 免費諮詢，我哋會幫你評估一個最適合你嘅移民方案。記住 like 同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， 唔好錯過最實用、最更新嘅移民貼士，教你一齊做移民贏家。